早晨啊！今日美國聯儲局咧就大家所料啦，就減息，咁減咗今次嚟講咧，共減咗第6次噶啦。咁喺15個月時間，即係由24年嘅9月份開始。咁今日個減息都係好似以往咁咧，0.25，咁唔錯嘅。咁其實就令到個金融市場正面反應啦。昨晚嘅即係美國嗰邊嘅股票市場升啦，香港今朝個反應都係正面嘅。咁銀行咧究竟會唔會減咧？我諗2小時後。咁但係喺銀行都其實有佢壓力嘅。咁因為近期咧我哋咧即係香港咧，其實佢減咗1.75咧，我哋已經係即係追咗幾次㗎啦。咁對上嗰5次咧，有都係追減嘅，未減10追都減半。咁變咗我哋依家嘅按揭利率咧，都係屬於低嘅，係3.25。我估計今次如果銀行個 P 唔喐咧，就會喺 H 度有機會減，因為 H 就唔到銀行話事嘅 ，H 係嗰個銀根，即係嗰個隔夜拆息。咁呢家嘅 H 咧就高嘅，如果大家用 H 按咧，可能要攻封頂啦。依家大家攻封頂咧就係3.25，如果 H 正常依家就3.11，今日計啊，我今日啱啱睇咗機咧，就加1.3。咁如果 H 按咧係4.4嘅，但係全部 H 按揭咧都係有封頂嘅，就係3.25。咁P 按都係3.25啊，即係兩個按揭都係差唔多供3.25，大家係個標準㗎啦。咁依家市場我哋成日講話公平個租，點解咧？因為事實上係好多物業，而家我哋個盤價即係75%嘅指標屋苑咧，可以做到呢個公平個租嘅，就係因為依家嘅租金嘅回報率咧，好多都可以揾到3.5，因為樓價話升一啲，始終都係打咗個7折嘅，都係到同高位咧都爭20幾個 %，26% 嘅。咁今年全年就升咗4啊，但係跌咗30啊嘛。咁依家今年我哋計完數咧之後都係跌20幾嘅，咁變咗樓價都係有一個20幾% 嘅折扣，加埋按揭利率頭先嗰個講3.25咧，咁變咗咧公平個租咧其實就已經出現咗一段時間㗎。咁加上租金好強勁咁升幅啦，連續3年受惠，因為嗰個香港嘅政策引入呢個專才優才啊，大學生變咗個租嘅需求好大。咁呢個係救市政策嚟㗎嘛，咁要付出嘅。咁所以依家買樓收租咧係幾多人去選擇嘅。咁變咗就算依家嗰個 P 唔喐咧 ，H 因為根本要留意咧。今日昨晚聯儲局咧有提過咧減買債，其實已經喺上次嘅聯儲局會議咧就已經講咗我縮表即係停止收錢，即係佢要收翻啲錢翻國家。但係今次緊要啦，講翻唔止停啊，而係買債。咁起步咧就話買400億，而且會恆常咁維持幾個月咁出。即係我哋即係等於當年我哋金融海嘯之後嘅叫做 QE 啦，咁開始其實就佢唔可用 QE 嚟形容，但係嚟講其實都係量化寬鬆啦。第一，我放錢出市場，咁中國內地已經係放錢 QE 咗成年㗎啦，不斷地銀行都係降準啊、減息啊、撤辣啊，做咗1年㗎啦。咁呢1年咧，其實有少少反應啦。咁但係國內有國內嘅問題，所以國內嘅房地產咧，依家都係屬於要救嘅重要範疇。咁美國一樣，佢個經濟咧亦都係要放水嘅。咁所以今次咧，好明顯話買債呢樣嘢係一個好大嘅突破，絕對係對有利於物業市場嘅。即係以往嘅經驗咧，通常就大起。即係福係禍所依，咁因為金融海嘯嘅時候咧，美國就大量 QE， 就樓市跌咗30%，短3個月裏邊就衝翻30% 上嚟。咁呢個歷史就10幾年前啦。咁但係依家呢一刻咧，呢3年咧，其實
香港樓價都跌咗接近30%啦。跟住用咗3年嘅時間，慢慢種種嘅措施，加上中美嘅關係嘅奧妙，近期話停止拗撬1年就即刻好晒啦，完全脫胎換骨。喺9月、10月嘅物業市場就飛升，咁都係下半年樓價先升4咁樣。全年咧係初段就跌2嘅，咁咧後段咧就升6，就減2變4。咁呢個數字咧講咗好多次㗎，咁全部係6月後發生嘅，就係中美個拗撬放翻低啊，唔再喺度拗關稅。所以今次唔止係減息啊，仲買債添。咁啊，還有一個信息就係大家要留意嘅，就係話特朗普個新任嗰個聯儲管局長咧，就1月份咧，特朗普就會點名選出嚟，而5月份就接任。咁喺1月份如果即係好快啦，10零日知道邊個啦。佢嘅手法如果係依家傳媒所報道嘅係特朗普最恩典嗰位仁兄咧，佢都係會跟隨特朗普去減息嘅。特朗普今朝都有新聞話減得少啊，0.5先真啊。咁但係依家格林斯潘咧都係0.25。呢個鮑威爾我成日掛住格林斯潘嗰陣時好世界啲。咁鮑威爾咧都係最後一次啦。咁如果明年1月，佢個新嘅接任人指咗佢出嚟啦，咁咧應該個趨勢都係減息年嚟嘅，所以26年咧有機會一個減息年，視乎個新嘅聯儲局局長究竟係邊位坐啦。咁大有機會係一個主張減息嘅局長嚟嘅。咁種種嘅因素咧，其實對物業市場係基本係有利嘅。咁因為 H 按咧就係講銀根，咁如果QE 嘅結果咧就銀根就會鬆，咁呢個環球嘅銀根鬆咧，香港嘅銀根咧一樣會鬆，所以我估計今次會影響到個 H 按咧，個 H 咧會減落嚟嘅。咁我哋喺2個月前，哇受惠於個 H 按跌咗1點幾，咁全香港嘅市民咧，哇好開心，嗰陣時供樓係2厘幾，咁會唔會出現呢個歷史咧？唔出奇。當 QE 嘅時候咧，個銀根一鬆嘅時候咧，個 H 自然就會調落嚟㗎啦。咁依家就係今次聯儲局嘅即係減息之後，我估計個市場嘅反應。咁希望個社會係繁榮啲咁落去，咁都到聖誕節啦，咁好快就過年啦。咁大家留意住啦。